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尤其是当你做到美梦的时候，哇，多么的好！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听到这一句话，你会超级闷，是什么话呢？听清楚了。后风冲六，后风冲六，后风冲六，起床喽！哇，多么的闷啊！怎么闷法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走。后风冲六。后风冲六，后风冲六，后风冲六，起床啦！啊！七早八早，七早八早，你在叫什么？黑马给啦！已经不早了，都已经早上10点钟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来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哦，10点钟上班啊，上班要来不及了。不对啊，昨天拜六，我跟我的朋友去唱歌，唱到天亮才回来。今不夜黑礼拜日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今天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好不好？哦。怎么可能啊！一定要上班啊！你起来啦，快点起来！我说今天星期日，你自己看今天星期几，不要吵我。我看啊，真的哦，今不日是礼拜日，今天是礼拜天哦。是哦。好。出去。好，我不吵你哦。哇，高兴啊！出去。啊。复习时间，起床喽！后风冲六，后风冲六，大清早，七早八早，七早八早，早上，早晨，早晨，星期日，礼拜日，礼拜日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，共下嚟講客家話。